好啦，我哋而家喺單位裏面啦，呢個係海之戀愛完美名次緊絕嘅兩房單位。呢個係浴室啦，共用嘅浴室係名次啦，配置時尚設計。女子廳呢邊係飯廳，有對流窗，而另一邊係客廳。呢個係緊廚房，兩邊工作台，設備齊全。飯廳望出去係園景同埋正南嘅海景。呢個係主人房啦，非常之闊落，空間感十足。而呢邊呢，望到更加遼闊嘅海景同埋優美嘅園景，沿海相輝，相當奪目，心曠神怡。閒日坐喺個露台度，欣賞一個優美嘅景致，聽下海浪聲。另外一間睡房有兩邊嘅窗，採光度十足，而且亦都係極具空間感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call言預約及查詢詳情嘅。